今日我哋先唔好急住問自己命中有冇財，反而要先問一個更加實際嘅問題，就算錢真係嚟到你面前，你有冇能力將佢留下來？因為命中見財同你一生最後有幾多錢其實係兩回事。有啲人後生到中年，人工一路升，生意又做過幾次，經手嘅錢唔算少。身邊人睇佢個個都話佢有財運，但到60歲準備退休，先發現層樓仲供緊，手頭現金唔多，之前賺翻來嘅錢唔知不覺已經散得七七八八。亦有另一種人，成世冇乜閒財，人工唔算特別高，生活亦唔見得風光。不過佢每個月有預算，唔亂借錢俾人，唔為面子亂使，幾十年慢慢累積，到退休嗰一日，反而有留住，有醫療儲備，個心亦比較安穩。你話邊個先算真正有財？一個曾經賺過好多錢，但最後留唔住；另一個收入普通，卻能夠將日子安排得穩穩陣陣。單單睇一粒財星或者一句命中有財，根本答唔晒呢個問題。香港人對財運特別關心，其實一啲都唔出奇。層樓供到幾多歲，退休金夠唔夠用，萬一身體有事點算，子女買樓要唔要幫，自己老咗仲有冇選擇，樣樣都同錢有關。所以當有人聽到師傅講一句你命中有財，個心自然會鬆一鬆，好似有人幫自己向未來落咗一份保證，話你雖然今日辛苦，但遲早會好起來，晚年總有一筆錢等住你。問題就喺呢度，術數如果只係用一句說話，將一個人幾十年嘅性格、選擇、家庭同時勢全部概過，咁就唔係幫人睇清命運，而係將複雜嘅人生講成一個太容易入口嘅答案。有時師傅話你有財，你可能記足10年，但如果佢話你使錢冇分寸，太重人情，容易心急，可能行出門口已經覺得佢睇得唔準。人始終中意聽自己想聽嘅說話，呢樣唔一定係迷信，更多係因為我哋想揾一份安心。不過真正嘅安心唔係有人話你將來一定有錢，而係你知道自己點樣賺、點樣用、點樣守，遇到環境轉變時又識得點樣調整。呢一套能力比一句吉利判詞實際得多。用最簡單嘅方法去理解，財富好似一套入水同儲水嘅系統。賺錢能力係條水喉有幾大，理財能力係你識唔識分配啲水，守財能力係個水缸有冇裂縫，而時勢就係出面究竟有冇水源。有人條水喉好粗，入水入得快，但個水缸底穿咗，爭10萬可以使12萬。生意好嗰陣大魚大肉，生意差嗰陣就周圍揾人借錢，表面上財來財去好熱鬧，實際上一滴都冇留下。有人條水喉唔算大，但個水缸完整，仲知道幾時要儲，幾時先可以用。佢未必一夜之間發達，但每一年都多一點根基，遇到風浪亦唔使即刻求人。所以紫微斗數講財唔應該淨係理解成銀行戶口有幾多個零。財帛方面嘅結構亦可能反映一個人點樣揾錢，中意穩定定冒險，對金錢有冇耐性，遇到機會時會唔會太心急。不過財帛宮唔可以單獨抽出來當成一張發達證書，仲要睇一個人嘅性格、事業方向、家庭責任、人生階段同埋當時所處嘅大環境。命盤見到嘅係結構同傾向，唔係最後結算嗰個數字。有財源唔等於有積蓄，有機會唔等於有判斷，曾經有錢亦唔等於一世有錢。呢3句說話聽落好似好普通，但好多破財嘅故事，正正就係因為將呢3樣嘢混埋一齊。先講賺錢能力，好多人一聽識賺錢就以為係人工高、生意大、識投資，其實賺錢能力再落深一層，係你有冇辦法將自己嘅時間、技能、信用同判斷轉化成持續收入。有啲人專業能力幾好，但唔識同人合作，唔識講價，亦唔知道市場真正需要乜。佢每日做得好辛苦，甚至比別人更勤力，但收入一直停喺原地，因為佢只係識做事，未必識得令自己嘅價值得到合理回報。亦有人未必讀好多書，但好識觀察市場，邊一區開始多人住，
邊一種服務有需求，客人最在意乜，佢睇得快，亦肯落手做。呢類人往往容易接觸財路，但接觸到財路仍然只係第一步。香港有唔少50幾歲嘅專業人士，過去20-30年收入一直唔錯，做金融、貿易、工程、管理、供樓養家都冇太大問題，久而久之就會覺得自己而家份收入大概會一路延續到退休。點知公司一重組或者成個行業轉得太快，先發現自己過去賺錢靠嘅唔單止係個人能力，亦靠住一個已經存在好多年嘅平台。一離開原本間公司，先知道人脈、技術同市場需要未必可以原封不動搬去第二度。所以賺錢能力唔係問你以前賺過幾多，而係環境變咗之後，你仲有冇方法重新創造收入。以前張糧單好靚，只能證明你曾經處於一個有利位置，唔代表嗰個位置永遠存在。做小生意更加容易睇到呢個分別。餐廳每日入數好多，鋪頭旺嗰陣成晚冇停手，但人工、租金、貨款、稅務、裝修同借貸全部扣除之後，真正剩低幾多，可能連老闆自己都冇認真計過。營業額唔係收入，收入亦唔等於利潤，利潤更加唔等於可以隨便使嘅錢。有啲人生意做得熱熱鬧鬧，身邊人以為佢賺好多，實際上每個月只係不停將錢由一個戶口搬去另一個戶口。香港人有一個好處就係捱得，但有時捱得太耐，連自己為乜而捱都唔記得，只靠加班體力同長時間工作去增加收入。年輕嗰陣可能得，去到50幾60歲，身體同精神未必再容許。真正穩陣嘅賺錢能力係你除咗肯做，仲知道點樣提升自己嘅價值。你有冇一種技能，即使轉公司仍然有人需要？有冇一份信用令客人願意再揾你？有冇能力喺舊路行唔通時揾到另一條路？有才嘅人可能比較容易見到機會，但機會只係門口。你入唔入到去？入到去之後企唔企得穩，仲要睇你有冇真本事。呢個就係賺錢能力同所謂財運之間嘅分別。再講理財能力，好多人一聽理財就即刻諗起股票、基金、債券或者邊一隻產品回報高。其實理財最基本唔係投資，而係你識唔識安排每一筆錢嘅用途同先後次序。一份收入入到戶口，背後已經有好多責任等住，供樓、租金、生活費、父母醫療、子女教育、保險、退休儲備、人情開支，仲有自己想過一點舒服生活嘅需要，樣樣都要分。理財能力就係知道邊一筆錢可以承受風險，邊一筆錢絕對唔可以喐。醫療錢唔應該用來追高，退休生活費唔應該因為朋友一句呢次好穩陣就全部投落去。我哋不妨想象一對幾常見嘅香港中年夫妻，兩公婆收入加埋唔低，供緊一層樓，另外再買個車位，個仔準備去海外讀書，每年一家人亦會去1-2次旅行。平時睇落冇問題，因為每個月人工入來，所有數都交得到。問題係成個家庭嘅支出已經建立喺2份收入永遠唔會停嘅假設上，一旦其中一個人失業或者身體出事，所有固定承諾就一齊壓埋來。呢種家庭唔係冇財，甚至可以話收入相當唔錯，只不過所有錢都被供款、學費同生活標準鎖死，戶口有數字，人生卻冇乜轉身餘地。有資產唔等於有現金，層樓升值當然係好事，但醫院要交按金，屋企突然要維修，自己想停工休息半年，唔可能每一次都即刻賣樓解決。所以理財其中一個重要能力係留低一筆可以令自己喘氣嘅錢。呢筆錢未必有最高回報，甚至擺喺度睇落好似冇乜用，但當人生出現變化，佢會幫你保住選擇。理財亦唔係一味慳，慳到唔敢睇醫生，唔敢食一餐好嘅，成日為幾十蚊同屋企人嘈，未必叫理財，可能只係將對未來嘅驚全部壓喺今日生活上。真正理財係有次序，該用嘅用，該留嘅留，該承擔嘅風險控制喺自己受得到嘅範圍。
唔係每一蚊都要生出更多錢，而係重要時刻你仍然有錢可以用。30歲同65歲理財方法應唔應該完全一樣？年輕時投資有波動，可能仲有10幾20年時間等。退休之後，如果將大部分生活費放入高風險項目，市場一跌，未必仲有足夠收入慢慢等佢返來。所以財運再好都要配合人生階段，唔係以前靠某一種方法賺過錢，以後就永遠照用。人會老，責任會變，市場亦會變，理財嘅分寸都要跟住變。講到守財，先係最容易被忽略嘅一層，因為賺錢同投資聽落比較有本事，守財就好似只係叫人唔好使錢，冇咁吸引。但真正令一個人晚年失去安穩嘅，往往唔係從來冇賺過，而係有過之後守唔住。守財唔等於孤寒，亦唔係每一蚊都捉到實。守財係當誘惑出現時，你有冇能力停一停？當親人開口時，你有冇能力分清幫忙同施捨？當自己賺到錢時，有冇能力唔被成功沖昏頭腦？最常見嘅第一個破口係貪快，人見到正常回報會覺得太慢，見到短時間可以翻倍，個心就開始喐。尤其身邊再有個熟人話自己已經賺到錢，更加容易覺得機會難得。所謂保本高息、內部消息、海外項目、朋友集資，形式可以好多。問題未必只係產品本身，而係人一心急就會自動忽略原本應該問嘅問題。錢點樣賺翻來？最壞情況係乜？點解回報可以高過市場咁多？如果真係咁穩陣，對方點解要四圍揾人入股？好多問題平時大家都識問，但一聽到名額有限就突然唔記得。人最容易破財嘅時候，往往唔係完全唔懂，而係覺得自己今次一定睇得準。過去賺過幾次，信心一大，就會將運氣當成能力，將順勢當成眼光。第二個破口係人情同家庭，呢一關對香港中老年人尤其難過，因為一世人最放唔低嘅，多數唔係自己，而係仔女、兄弟姊妹同身邊親人。個仔買樓猜首期，父母攞退休金出來幫，兄弟做生意差周轉，開口叫你擔保，親戚話只係借3個月，大家咁熟，唔好意思寫借據。每一件事單獨睇都有一個好合理嘅人情理由。問題係錢一旦交出去，現實未必會照原本計劃行。個仔供樓之後又要養小朋友，自己都透唔到氣。兄弟盤生意唔係唔想還，而係真係冇錢還。親戚由3個月拖到3年，大家見面仲尷尬。到父母自己需要做手術，請人照顧，想攞返一部分錢，先發現對方有心都未必有力。呢個時候先講邊個孝順邊個無情，已經太遲，因為最初真正缺少嘅係一條清楚界線。幫仔女唔係錯，幫親人亦唔係錯，錯嘅係幫到自己連基本生活、醫療同居住保障都冇埋，將一份愛變成2代人日後共同承受嘅壓力。第3個破口係面子，收入一高，樓要住大啲，車要換新啲，食飯同旅行都慢慢升級，每一樣單獨睇都負擔得起，但生活標準一旦升咗，要降翻落來，心理上往往比實際上更難。有啲人唔係真係需要嗰樣嘢，只係唔想俾人覺得自己混得差。做生意要有排場，見親戚要有體面，仔女結婚要做得唔輸蝕，結果錢用來維持別人眼中嘅自己，而唔係照顧真正嘅生活。收入增加，但自由冇增加，呢種就唔算真正富足。你賺得愈多，反而愈唔敢停，因為成套生活已經需要你不停賺落去。從術數角度睇，一個人某種性格可以幫佢得財，亦可以令佢破財。果斷可以令人捉住機會，但過咗界就變衝動。慷慨可以令人建立人緣，但冇界線就變成有求必應。自信可以令人敢行別人唔敢行嘅路，但太過自信就唔肯聽意見。進取可以令人開創局面，但唔識停手，就算已經賺夠，仍然要再搏一次。
所以命盤裏面嘅優點同風險，很多時係同一件事嘅兩面，唔係見到某種好結構就只會帶來好結果，仲要睇當事人有冇修養，有冇分寸，識唔識喺適當時候收一收。真正考驗一個人才運嘅，往往唔係錢未來嗰陣，而係錢已經來咗之後，佢會變成一個點樣嘅人。有人有錢之後更穩，有人有錢之後反而更急、更貪、更怕輸。仲有一樣一定要講就係時勢，好多人講命運，只講個人，卻忘記一個人永遠活喺某個年代、某個城市、某個行業同某個家庭裏面。香港過去幾十年，每一代人遇到嘅機會都唔同，有人趕上製造業同出口，有人趕上地產金融，有人食到內地市場擴張嘅機會，亦有人喺數碼轉型同跨境生意裏面揾到新路。一個人成功，當然有佢嘅努力，但亦可能因為佢所識嘅技能，剛好係當時市場最需要。呢樣唔係抹殺個人本事，而係提醒我哋唔好將所有順境都當成自己永遠正確。同樣道理，一個人遇到逆境，亦唔一定代表佢完全冇能力。行業萎縮，公司撤走，消費模式改變，有時唔係你再勤力2個鐘就可以扭轉。所謂行財運都要有現實嘅載體，就算某個階段比較容易遇到機會，但如果你冇技能、冇信用、冇準備，或者所有時間都被家庭責任鎖住，機會來到都未必接得住。反過來，一個人未必有大家想象中嗰種大富格局，但佢多年來準備充足，技能實在，做人有信用，手上又留有現金，時勢一到，佢一樣可以穩穩陣陣行上一層。順境最容易令人高估自己，樓市升嗰陣，好多人都覺得自己識買樓；股市旺嗰陣，好多人都覺得自己有眼光；生意好嗰陣，亦好容易將市場需求當成自己無所不能。真正嘅分別要到環境轉差先睇得出，邊個借得太盡，邊個有留現金，邊個一跌就急住翻本，邊個知道先保住基本盤，邊個願意承認判斷錯，邊個仍然死撐。時勢亦唔單止係市場，家庭環境一樣係時勢。父母長期病，伴侶突然失業，子女海外讀書，婚姻出現變化，任何一樣都可以改變原本嘅財務安排。所以你話一個人命中有財，究竟有幾多財留到幾耐，用喺邊度，唔可能只靠一粒星去答。財富係一整套人生系統嘅結果。有一種人好識賺，但唔識管，人工高，生意多，戶口永遠大上大落，佢一生經手好多錢，最後真正屬於自己嘅資產反而唔多。另一種人識管，但收入能力普通，佢未必有大富大貴，不過唔亂借唔亂搏，長期有紀律，晚年反而可以過得穩定，遇到突發事亦有餘地。仲有一種人識賺又識管，偏偏過唔到人情關，工作同投資都冇問題，但家人一開口就冇底線，最後錢唔係輸俾市場，而係輸俾自己唔敢講清楚。亦有人4方面都做得唔錯，仍然會遇到逆境。命運從來唔保證你完全冇損失，但一個基礎穩嘅人，即使跌一跤，通常都有空間重新企返起身。所以真正嘅好財運唔係永遠唔蝕錢，永遠唔失業，永遠唔遇到家庭問題。真正嘅好財運係你有能力再建立收入，有資源應付變化，亦有判斷知道幾時要停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以唔使急住揾自己命盤裏面有幾多財星，先用4本槍睇清楚自己現實中嘅財富結構，可能更加有用。第一本係收入窗，你而家有幾多收入來源？如果主要工作停咗，仲有冇其他技能可以換成收入？你嘅收入係靠自己可轉移嘅能力，定過度依賴一間公司、一個客戶、一個行業？第二本係支出窗，每個月有幾多固定承諾？邊啲係真正需要？邊啲只係習慣同面子？假如收入突然少2成，成個家庭仲運作得到嗎？第三本係風險窗，你有冇替人擔保？有冇一啲連自己都講唔清楚嘅投資？
屋企人之間有冇未講明嘅財務責任？萬一身體有事，手上嘅醫療同緊急儲備夠唔夠？第四本係選擇窗，亦係最重要嗰本。你手上嘅錢有冇令你多一點選擇？想停工時可唔可以停？想拒絕一個不合理要求時可唔可以拒絕？遇到突發事時係咪一定要賣樓或者求人？每次遇到重大財務決定，不妨先問自己4句。第一，我今次係因為真係睇得明，定係純粹怕錯過？第二，最壞情況發生，我承唔承受得到？第三，呢筆錢一旦攞出去，會唔會影響自己基本生活、醫療同居住？第四，如果今日提出呢件事嘅唔係親人或者朋友，我仲會唔會答應？呢4句可以用喺投資、借錢、擔保、買樓、創業同埋支援仔女。好多時答案一問出口，你已經知道自己係理性判斷定係被感情同焦急推住行。家庭支援最好有上限，每月幫幾多可以講清楚，幫首期之前先保留自己嘅退休同醫療需要。借錢最好寫低金額、期限同還款方法，唔好以為一家人就乜都唔使講。當然唔係叫大家返屋企即刻開家庭會議，搞到成晚冇飯食。只係有啲說話早一點講清楚，總好過出事之後大家先估對方心理究竟點諗。尤其50歲之後，每隔幾年都應該重新睇一次自己嘅財務角色。你仲係主要收入創造者，定係已經慢慢轉做資產使用者？家庭責任有冇改變？投資風險係咪仍然適合？有啲人60幾歲仲用40歲嗰套方法理財，因為過去成功過就唔肯改。問題係人生階段變咗，承受風險嘅能力亦變咗，方法自然要跟住調整。最後不妨將我仲想賺幾多改成另一條問題，我想保留啲乜？你可能想保留自主權，保留醫療選擇，保留一個安穩住處，保留唔需要事事向仔女開口嘅能力。當你用呢個角度諗，財富就唔再只係戶口裏面一個愈大愈好嘅數字，真正有用嘅錢係可以令你喺人生重要關口仍然有得揀。所以命中有財可能代表你容易接觸資源，容易見到機會，或者比較有能力創造收入。但最後一生有冇錢，仲要睇你識唔識賺，識唔識管，守唔守得住，同埋有冇看清時勢。同一筆錢，有人用來建立生活，有人用來證明自己，有人用來照顧家人，有人因為唔識停手，最後連原本擁有嘅都失去。錢本身冇性格，但一個人點樣對待錢，就會慢慢行出唔同命運。術數真正有價值嘅地方，唔係替你宣布幾時發達，而係提醒你自己喺邊方面容易得財，喺邊方面容易失去分寸。邊一種性格幫過你，亦可能喺另一個時候害咗你。命中有財只係一種條件，識得賺，識得管，識得守，再加上看得懂時勢，才先有機會真正留喺你嘅人生裏面。真正嘅富足唔係錢曾經來過，亦唔係別人覺得你有幾風光，而係經過幾十年起起落落之後，你仍然有能力安排自己嘅生活，仍然可以為自己作決定。大家不妨諗一諗，賺錢、理財、守財同把握時勢呢4方面，你覺得自己邊一樣比較強，邊一樣又最容易失去分寸？有時睇清自己最弱嗰一環，比知道命中有幾多粒財星更能夠改變往後嘅日子。